南投德山一间金仔店发生抢案，一个查甫人今仔要买金仔，趁头家甲金破链金手指摕出来时阵，马咧就白咧弄。这个头家冲出着店门，就无人，随来报警。警方伫咧追捕的过程，这个查甫人是跳落三层楼深的大排水沟。 脚受伤，去互警方来掌着，嘛甲价值47万块的金仔总追转来。穿乌衫的查甫人去金仔店，假讲要买金仔，店员摕几啊条破链出来，放伫桌仔顶，互伊起警。想不到这个查甫人将这个金仔买咧就要走，店员看这个情形，赶紧冲进前，一直甲用。我拿给他看，他手会抖，我就觉得这个人怪怪的，他就抓着就往外跑，肾上腺素激发。 直接就是冲过去追他了，也没有想什么。这个查甫人一直走，店员就袂着，赶紧就报警。警方接到消息了后，派人去约，用较无10分钟的时间就找到啊。是讲伫掠人的过程中，这个查甫人为了要逃走，这个真深的排水沟，伊嘛跳落去。这个查甫人走差不多800公尺，跳落去大排水沟，脚受伤。警方甲掠到的是先送去病院。 被抢的金仔店的业者讲，其实早就感觉讲，这个查甫人怪怪，有伫甲注意啊。你购买他不会说有的人看那么久，还有他不会戴在身上，戒指都套在手上，那个就很奇怪的怪异的动作，应该有嫌疑，我就叫我孙子来支援。这件抢案发生伫南投德山这间金仔店，这个头家讲，这个嫌犯抢走的金仔，就是这2条金破链，分别是3两重甲2两重，还有这2卡金手指，差不多7两重，总计才47万。为了逃逸，竟然不顾自身安全，跳下5米深的河床底。 那门远景也是一样，直接跟着奋不顾身跳下河床。加在关警顺利抓到这个嫌犯，将金仔拢总找回来，无造成头家损失。我是吴一璇，想要收看最新第一手的讯息，赶快加入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按赞，开启小铃铛，最专业的主播群说新闻给你听。